女子与人们的认识过程与常人不同，通常是从一双脚开始。肠胃不是很好，你肠胃不是很好哦。让客人又爱又怕的手来回施力，帮助放松的同时，不忘提醒。我们只是一个推拿师，那我们也是以最基本的就是保养。我们不是医生，我的手不是 X 光，我不是可以扫描就知道说你哪里有病痛，这是不正确也不负责任的态度。专注推拿每个细部，边施力还得边吐纳调息，一天处理10多个小时，练出手背肌肉也不以为意。也有客人说，也会跟我讲说，用摸的就好了，我不需要太大力。我也会跟他讲，开玩笑跟他说，这样子我很没有职业道德，要摸你回家自个摸就好了。这苦耐就是别人搞我了，自己唔敢我自己。开朗的笑容带着自我肯定的快意。廖淑玲说：“看到客人紧锁的眉头，彻底放松的那一刻，就是她的满足。按手快哦，按手快哦，按手快哦，按送快哦，按送快哦。”